母亲啊，真正要爬山，上好爱2个人做伙去，安尼较安全。所以来看天气的情形，清明连假已经第3天啊，气温有明显回升，出去佚佗的人嘛变愈来愈多。这个路远拢是呢，拢是游客。伫高雄有乡亲透早就出门放风吹。气象局估计拜3上班的时，西北部日时的温度会真悬，会真温暖，不过日夜温差较大。东北部感受真舒适，所来一天会比一天较温暖。啊，若周末南部的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。另外，南海到菲律宾东平海一带有2个热带扰动，敢有影响？气象局持续咧观察。出日头北部佚佗的人有变多，日头早落远都有真侪人，囡仔拢真期待。天气又放晴了，所以想到又儿童节，所以带小朋友出来游泳这样。唔免搁穿甲真高，囡仔真欢喜，和动物近距离接触。东部景点的乐园嘛，真侪人，高雄同款真温暖。韩后生阁有加温讲再见，把握好天气，家长带囡仔出门放风吹。气象局表示，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气温会较回。气温则是会在逐步的回升，每天的气温大概会比前一天略升个1到2度，所以都是比较温暖稳定的天气为主。到了周末这2天的时候，北台湾的高温有可能来到26甚至接近30度，那中南部的高温更可以来到30度或以上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未来5到10天，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峡一带有2个热带扰动活动的真相。算是一个低压的环境，那这个环境底下，海温适当的情况之下，是有利于热带系统的发展，未来也有可能会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。天气敢阁会有明显的变化？气象局讲目前也无确定，会继续来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